如果你的車鑰匙很普通，那麼看過來了。閘門今天是收到觀塘區的粉絲發來了一把豐田的車鑰匙，叫閘門幫他升級改裝，帶了一個保護殼。現在拿到鑰匙之後，閘門先檢測鑰匙的信號，信號檢測沒有問題之後，就可以來給他改裝。這位粉絲老闆也是嫌他的鑰匙太普通，接下來閘門給他升級外觀、升級功能。把鑰匙的外殼進行拆解，把主板拆解出來，加快速度拆開，取出主板老殼子裝回去，然後主板放到工作台上進行升級。焊接把準備好的線路給它焊接上去，一個按鍵接兩條線，接好按鍵接一下正負極，所有線路接好之後，再拿出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。液晶鑰匙外觀是閘門粉絲自己挑選的，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豐田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選配了騎士黑色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好看。升級好的鑰匙外觀變得非常的有科技感，非常漂亮，而且還會升級新的功能。有升級靠近車會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、鎖車神槍，還可以定制車牌號等等。這些功能老鑰匙沒有的功能都升級完之後就可以直接用，非常方便的。現在鑰匙升級好，重新檢測也沒有問題，就可以給粉絲老闆發回去，喜歡。